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正式来进入非核加防，但是核能发电这项要安怎补呢？台中市长罗秀燕来指控，讲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烧炭量火力全开，恐惊会造成更较严重的空气污染。环境部长潘启明是来回应讲，台湾的空气品质在亚洲是排第2好，敢若输日本，希望外界尽量莫阁讲用气发电这款的名词咯。我们希望说，用这种以用废发电这样的这个名词哦，其实尽量大家可以稍微少用。希望大家莫阁讲用气发电，也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真不满，讲核三厂2号机停用了后，中火发电厂就火力全开，韩国瑜选总统时嘛捌批评过。你大量的烧煤炭，看看那个空污，中部人的肺都快爆炸了。进入非核加防，敢会涂炭愈烧愈济，真正造成爆炸的气。韩国瑜无回应。那环境部长潘启明决定称。事实上，我们在亚洲里面是仅次于日本，能够用以气换煤，是我们政府长期的趋势。罗秀燕的主题边，国民党台中的立委廖伟雄、罗定伟嘛，呼吁讲拒绝中火，搁增加烧土炭，几乎是全力的全开，把这个火力烧好烧满。台中中火盖牌了，从5月20之后。他们不再公布用煤量。卢市长选举的时候告诉大家，市长换人，空气换新，都已经8年了。卢市长自己承诺的事情不但没做到，还每天不断的在卸责。这款国管的空气，较早是罗秀燕就职的时典型的决心，今嘛各界关心电力敢有够，嘛有关到空气污染的争议。台湾一定能够夺得先机，挥出减碳创新、绿色成长的好成绩。中火烧土炭的问题，敢若嘛已经引起罗清德甲罗秀燕的见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